想溫 cost effective 又靚嘅屋企設計，今日嚟到將軍澳睇一間現代輕簡約風3房2廳員工單位，全屋採用護牆板代替傳統裝修，非常值得參考。首先講成屋最大嘅 Smart Choice， 全屋捨棄傳統油漆裝修，全面改用環保護牆板，唔單止慳材料同人工，仲防潮防刮，保養超 easy， 視覺效果統一又高級。入門第一個驚喜就係呢個玄關800褲。你睇下呢兩個活動式側櫃，拉出嚟就係超低格收納位，放鞋、放雨傘、放雜物都得。平時推返入去，完全唔會阻住出入，實用超慳位。餐廳圓弧工藝餐邊櫃，圓弧櫃門超有創意，視覺上超柔和加貼心防碰撞，多層收納，使用極方便。轉到客廳腰型圓頭電視櫃，圓浮設計睇落輕盈又唔壓迫。開放加封閉式儲物，展示收納全滿足。廚房呢個 U 型櫥櫃，三邊都有儲物空間，動線流暢，變身黃金操作區。嚟到主人房，重點呢張 electric 油壓床，掀開之後超大床下 storage， 收納被鋪、行李完全冇問題。旁邊搭配 L 型梳妝台組合櫃，專屬暖裝空間就此誕生。最後睇下次臥空間，都係一樣採用電動油壓床加 L 型到頂櫃，細房都可以做到收納零死角，唔使驚雜物冇地方放。成個將軍澳3房單位用護牆板，慳足 cost。中意呢類實用裝修 style，記得繼續追蹤我哋啦。